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9月20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77篇，列王记下卷2章第1节到18节，马可福音11章20节到2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到基督徒得到救恩，得到祝福，得到恩典。基督徒伫信仰的使命中间来追求，咱的目标是什么货？是靠底满上帝的祝福，是上帝所赏赐一切的荣华富贵，来证明基督徒是蒙福的，证明上帝是真实的。追求更较悬、更较美好的地位甲将来，得到能力来显示基督徒有上帝的恩膏。或者是讲，基督徒应该追求得到什么才符合圣经的假实呢？耶稣基督捌用葡萄树来比喻基督徒的使命。基督徒的使命必须爱亲像葡萄树同款，有好的修成，才会当显示咱的使命是甲上帝结连的。耶稣基督安尼讲：我是葡萄树，恁是枝，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的果子，因为无我，恁无会当做什么货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就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ฮ็伫外面，捡规堆ฮ็落伫火来烧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，恁无论爱什么，求就甲恁实现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表示恁是我的门徒。我的爸会因为安尼来得到荣光，亲像爸有疼我，我嘛有疼恁。恁着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。恁若遵守我的命令，恁会不时踮伫我的疼内面。亲像我有遵守我的爸的命令，不时踮伫伊的疼内面。这是耶稣所讲的话。一个得到救恩、得到使命的人，要如何来显示家己是得到永生的人？就亲像耶稣基督葡萄树的比喻。如果基督有基督的使命，就必须爱会通结出美好的果子来彰显。若无这种的果子的生产，就表示无有得到安尼的使命。也不但安尼，还佫会被修剪，而且等伫火里来烧。所以基督徒必须爱真努力去追求上帝的智慧气力，不但安尼，佫爱真甘心乐意，互主来使用。就亲像以利沙接续以利亚的服侍同款。以利沙提出一个真特别的要求。照圣经的记载，以利沙将外衫卷起来，拍好水，水就分双边，因两人行大地过去。过去，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讲：我受接离开你以前，你爱我为着你做什么？你着甲我讲。以利沙讲：求你将感动你的神加倍予我，
伊伫遐讲你所求的真困难，毋久。我受接离开你的时，你若看到我，就会得到；若无，就得袂到。因哪行哪讲的时阵，忽然有火箭车甲火马，将因两个人隔开。伊利亚就坐光犁仔风受接上天。伊丽莎看到就喊讲：师傅啊，师傅啊！以色列的战车甲马兵啊！后来伊丽莎无阁看到伊利亚，就将家己的衫拆离做两边。伊捡伊利亚加落落来的外衫，倒转去伫约旦河边，用迄领外衫拍河水，讲：上主以利亚的上帝伫倒位？拍水了后，水就分做两边，伊丽莎就过去。重点伫上帝，无伫伊利亚，搁较毋是伊利亚的衫。伊丽莎摕着伊利亚的外袍了后，就安尼讲：上主，伊利亚的上帝伫倒位？伊丽莎所得到的快乐文字是对上帝的来，这是非常明确的，并且咱看见着伊丽莎得到上帝的快乐的目的，是为着要互上帝使用，成做上帝的仆人。伫适当的时阵，伫应该互上帝使用的时，就会通互上帝来使用。新约马可福音11章20节到25节，以及马太福音21章20节到22节所记载耶稣基督救助无法高手的代志，常常互人误解。因讲耶稣哪会当因为家己腹肚枵无通好食，就救助无法高手呢？事实上是因为迄个时期无法高手应该爱有果子，但是迄丛却无生任何一粒的无花果。这是用来做一个譬如讲，一个基督徒的性命无成做一个适当的仆人，失去伊的功能，无有修成，无有得着。所以咱看圣经的记载起耶稣甲门徒对遐经过的时，看到迄丛无花果树拢打去，彼得会记得就甲耶稣讲：列比，你看，你救助迄丛无花果树已经打去。耶稣因讲：恁着信上帝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无论什么人对即座山讲起来，去吞海，伊的心若无犹豫，神所讲的就一定会实现，嘛会安尼互伊实现。所以，我甲恁讲，恁祈祷的时，无论求什么，神已经得到就会得到。恁徛伫祈祷的时阵，若对某人心有不平，就甲伊赦免，安尼恁的天父嘛会赦免恁的过失。咱得到什么，要求什么，有什么目的，这是咱伫基督信仰生活中间真严肃需要思考的事。千万毋通掠做家己已经得到恩赐宽平，这是应该的。其实咱家己毋是遮尔有效，也是讲有能力，毋是家己的功劳。咱应当爱谦卑，将所得到的恩典来奉献给上帝，互主来使用。诗篇77篇。
我要对上帝大声求叫，对上帝出大声，伊会暗耳空听。伫患难的日，我找主；伫眠时举手，祈祷无停。我的心毋肯受安慰，我少念上帝就吐开哀怨。我静静想就落至失望。你予我目睭金酷酷，困袂去。我烦恼甲拢袂讲话。我对念过去的日子，回想古早的年。我眠时静静想，我扪心肝家己问：心神上世心早，主减会永远放杀阮？伊减袂阁施恩予咱？伊的慈爱减袂永远消失？伊的应允减会永远落空？上帝减袂记得施恩？减已经用受气代替伊的慈悲？我讲我的心，我上痛心的，就是至关上帝无阁有气力。我要讲起上主你的作为，少念你早时的信热。我要深思你的作为，静静想你的所做。上帝啊，你的道路神圣，减有生命，亲像你这呢伟大。你是行奇事的上帝，你捌伫万民中间显示你的权能。你捌用你的手赎回你的子民，解救雅各甲约瑟的子孙。上帝啊，大水见到你，大水见到你，拢惊吓。深的梦摇摇喘，目魂拼落雨水，强冲大雷，你会死若死过社。光烈风内面有你大雷的声，闪烁的光四甲全地，地摇摇喘，大摇动。海中有你的道路，大水有你的路径。你的脚热无人知，你捌用摩西亚伦的手带你的子民，亲像在带羊群。求主帮助，阮真努力来追求，就亲像以利沙同款，愿意成做主的仆人，做主的路用，成做忠心的好仆人。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